澳洲名中醫徐超極日前訪港，佢接受本行訪問，即席示範預防中風嘅家居運動。腦出血，還有一個呢就是腦出血，主要是兩個不會引起那個中風，只要是預防的。那如果他中風了，這個中風病人呢恢復比較好，他那個手腳呢，也比較能夠這個活動啊，就是功能啊恢復得也差不多，這樣做這個動作，它可以令人所及的。那有的呢，它只能用就是半側促進啊血液循環，還促進那個腦部的氣血調和，就是按，很簡單的按，抓住肌肉的兩側，就像我抓的手法，8864，這個速度呢不要太快，這個你抓的時候呢，要有這個脖子上面要有一個緊張和舒服的感覺，這樣一次你可以8下，8下以後呢，再換一個手，再8下。徐醫師指，以上按摩運動有助促進血液循環以及腦部氣血調和，對中風有預防作用。對手腳功能恢復得好嘅中風病人，亦都可以作為復康運動，並且應該持之以恆，每日早晚做2到3次，但唔應該喺太飽或者太肚餓嘅時候做啦。